大家有一句话讲，马这个马无食咸草袂肥，毋过咱人啊行险路，无一定会富贵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讲这诈骗集团伫咧网络顶头，甲这假投资的消息放出来，请被害人来投资。那有人来投资呢，就一开始先互你趁寡钱，等你落大条入去了后，就随走甲无看的人啊。刑事局根据大数据的分析，然后这个犯罪手法成功锁定了陈姓主嫌，那就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。那之后我们就4波的拘提搜索，成功的查缉这个出金水的水房干部及车手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对自2024年底到去年有425个人去哄骗，总诈骗金额有到5亿7千多万，其中有一个会计师哄骗2200万，掠到2名主嫌、10名干部和30名出金手，拢总42个人。专案依照早期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